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11月16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香港的消息。香港反送中运动未收煞，抗议者要求香港政府答应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要照常举办，所无得到回应，致使示威者搁再放火，甲车路塌掉咧。另外，有9间大学的校长呼吁香港政府要联合社会，做伙解决问题。晚7點幾，起有段印度的火也搁直咧燒，車路頂蹲甲全物件，車開過來又搁滑頭。香港中文大學附近的吐露港公路，昨暗搁互反送中的示威者塌掉火，真濟警車趕到現場戒備。中台離合橋也滾路邊傳出爆炸的聲音，也搁有車互人放火燒。這邊的衝突是因為示威者不滿港府高在承諾24區議會選舉正常舉行，釋放所有被捕人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訴求。港府無對訴求做回應，只敢講示威者若合作就無這寡問題。面對局勢近日進一步急劇惡化咧，特區政府一定係會採取更果斷嘅措施，制止暴亂。港府歪溝通，互規個社會經歷咧遐。高經大學嘅校長曾發表公開聲明，講目前嘅局面唔是大學造成嘅，叫大學化解危機無實際。港府應該聯合社會各界解決問題。中大校長段崇智昨下晝發公開批，譴責示威者撻斷離合橋嘅行為，也講校方和外來蒙面示威者佔領，情形完全失去控制，無法度接受。希望外來人士離開，也強調校方唔是戰場，會評估尋求政府部門的協助。不過尾個發文解釋，學校無請警方清場。我覺得他可以做得更好，譬如說支援學生方面，或者是關心學生方面，他還可以做更多。對段崇智的發揮，學生認為是唔是要改善，或者是要轉移到其他所在抗爭，由學生決定。因講老小弟中大示威者，今仔透早已經慢慢散開，要將這私家車入去學校搬物件。記者綜合報道。接下來，咱來看政治的消息。民進黨部分區立委名單總算確定啊！總統蔡英文強調，雖然黨內有無同款的意見，不過討論的過程是真順遂。另外有風聲講，高雄總部成立的時，蔡英文就會宣布副手。不過針對這陣代，賴清德是改為沙地應對拼去了。一下晡，佇台南小電線參拜國經廟時，總統蔡英文祈求平安，嘛關心愈來愈激烈的香港抗爭行動。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頭一個對香港的現況表達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目前上緊迫的任務。蔡英文是呼籲講，中國應該愛實踐和香港民主的承諾。因為中國曾經對香港的民主進程做過承諾，而這個承諾沒有實現所以我相信處理現在香港的情勢最好的方法就是實踐當年的承諾。因為香港現況，蔡英文已經過6間強調，明年總統大選的結果有彰顯台灣主權的意義。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最後的名單，則是嘛佇總統官邸經過黨內各派系討論了後出來。蔡英文強調，過程真平和。昨天沒有登到啊，絕對沒有。昨天其實是蠻平和的，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過程。也就是說，一個政黨它內部或許有不同的意見的時候，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談，談完以後大家就團結在一起。蔡英文表示，名單當中嘛特別係資深的人，希望會當爭取做立法院龍頭。不過副總統競選到大也唔知影。蔡英文高雄競選辦公室透露，早在高雄總部成立的時陣，會閣再現歷史畫面，風聲講就是蔡賴港台，並且宣布賴清德做副手。不過賴清德無要證實這項消息。大家也都非常清楚，民進黨有一個傳統屬於副手一定是總統提名人的權利啦那目前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輔選。賴清德強調，目前全力輔選，但是下晡陪同訪視長照中心的立委和議員，攏認為賴清德是支持度上懸的副手人選，相信結果會符合大家的期待。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國民黨這邊，國民黨本地部分區立委名單引起濟人的不滿，昨有了調整啊，黨主席吳敦義按第10改去排第14名了。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常會，中華真鬧熱，各大團體對部分區名單都有支持，互相搶聲。特連副主席賀龍斌嘛佇會前到位，建議黨主席吳敦義退出部分區。
自从国民党不分区名单公布以后啊，社会引起像海啸一般的一个反弹啊。面对这样一个排山倒海而来的反对民意啊，我在这里要郑重的建议啊，吴主席应该退出不分区。引发争议的名单，佫包括被排伫咧第8名的区域，但是一直中到伫民策发布声明，谢绝邀请，表明主动退出。经过这边2点钟的讨论，名单总算定案。詹秉忠排第1，退将吴思怀无变，留伫第4。吴敦义是对第10名调到第14，张显尧出现伫第17。今天就是修改了，我排在第14名。会委屈吗？不能讲委屈，我做中国国民党的这2年左右的主席。是最穷、最艰苦、最难的主席，可是我们打了胜仗。吴敦义强调，排名调整不是因为感受到党内的压力，嘛无马黑连黑人入面安全名单的问题。上重要的目标就是国会过半。民进党部分区名单14嘛伫派系整合当中通过。党主席杜英泰佫伫面册发文，为互人讲卡油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发冤枉。另外，这届立法院院长苏嘉全并无互人第1名单内面。这个总是要有离开战场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还好。社会对这一份名单大家都还蛮可以接受的，表示周主席的领导是受到大家的肯定。不分区难产，那我只好做下一个比较很难做的一个决定了，说好吧，那我就辛苦你了，对了，我就到不分区去啊。曾水雄被党接受安排的无奈，敢若写伫咧面。互党立在第7个前行政院长尤锡坤是呼吁讲，要为台湾再战。除了民进党的老人，嘛有新人。社民党征调一人还魂，嘛改换民进党的战袍。主要是因为香港的事情这半年来越来越严重我们希望能够让立法院的主权派在国会过半，所以我们愿意跟民进党的朋友就是一起朝向这个目标努力。同款地在民进党安全名单内面呢，佫有款团人士洪新汉，12位立名副秘书长的职务摕落来，要进军国会为环境拍拼，嘛变成民进党部分区名单当中的生力军。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世界12公野球赛复赛，咱台湾输美国1分，战美国也是拼无过。台湾队若要争取东京奥运的资格，若袂使输澳洲。佮爱仰望南韩输予墨西哥甲日本，美国甲韩国的成绩就爱赢2场，输3场，咱才有机会。台湾队伫咧输1分的状况之下，伫咧第2局，郭彦文这支讲出去中左外野方向的深球，去互美国的中外野手艾德尔来接到。第5局王胜伟嘛有这款真深的球拍出去，毋过同款是无任何帮赞。第3局顶半局，台湾队靠第7棒王维新4拍球来补上，佮有王胜伟的1垒安打抢到1垒3垒。第9棒张志烈讲出一支相杀，才会符合王维新倒来得分，2队1比1平手。队长吴金良在第6局顶半局讲出一支中央方向的深球，确定咱入去观众席，毋过却跳转来场内。二垒的评审第一时间无判讲这是红不让，经过电报辅助判决了后，该判讲这是一支solo。吴金良射完垒包了后，倒来摕到台湾队的超前分，暂时用2比1领先美国队。台湾队先发投手吴成峰主导6局各3分之2，去用讲出国际安打各落3分，毋过嘛互美国7届三振。虽然讲先发的表现真好，毋过第7局的下半局，去互美国第4棒克拉兹讲出1垒安打，嘛伫咧投球数量超过100球了，去互第6棒的洛克向左外野的方向讲出2分的全垒打，嘛因为安尼，互台湾队领先的局势去用平撇啦，刷落来就用2比3一路拍完这场比赛。吴成峰承担拜倒，队长吴金良比赛了后表示，吴成峰总共投102球，规个表现是真好，毋过就因为一粒球去用讲到红不让。虽然讲这个结果不如意，毋过同款是鼓励全队自信伫咧后一场对澳洲的比赛。总教练洪一中嘛认为，整体来讲是一场好比赛。虽然讲红不让迄粒球是较悬去用掠到，毋过球员的表现也是真值得人家学到。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好先来看自由时报，民测伫早暗6、7点迄卡刀，有大规模的文章因为违反规定放删除，引起侪网友的不满。一直到暗时9点，民测系统才个恢复正常。因表示，即摆是技术的问题所致，甲文章的内容无关系。再来是中国时报，观众朋友做医学美容订着爱真足。
有一对50多岁姊妹啊，为着要渡闽部的寮门去拍肉毒杆菌素，结果2人遭中毒。医生提醒讲，2-3天内就要赶紧治疗较保险，若无严重者是会死亡哦。落尾是联合报今年顶半冬出车祸致人死的案件，65岁以上的长辈定死成。台湾失智协会警告，长辈照路过时，若有各样恐惊是有失智症，就要赶紧去病院检查。咱同款来看坐火人的消息，中国人就业法昨伫立法院三读通过，头家会当拍定期的契约来请65岁以上的劳工。若是头家其实会请45岁以上有意向食头路的民众，上当通罚150万。台湾高龄化甲囡仔生少问题真严重，就业人口也迈向高龄化。不少有岁人以往有工作甲经济需求，却是因为年岁问题受到歧视，找头路困难。特别50岁苏女士这半年来一直找头路，履历表寄半年啊，拢无正面回应。4、5月到现在，就是一来因为年龄马上就被刷掉了。对，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跑到这么远来，就是因为我已经找到让自己很没有信心。立法院15三读通过中高龄甲高龄者就业服务法，企业会使定期契约来请65岁以上的人。头家若是对45岁以上中高龄劳工有年龄的歧视，也有差别对待，应罚30万块以上150万块以下。另外也明定，劳工65岁退休前1年，企业应该提供退休准备，也是搁再就业协助。若是请高龄者团成技术，政府也有补助。对中高龄而言呢，他长期的蹲啦、跪啦，他没有办法使力，所以我们就会设计一个小矮的、有滑轮的小凳子、小椅子，然后他就可以这样滑着擦。他在职务上由高阶变为低阶，或者是他的职务的职内或转换。伫台北市艋舺就业服务站设有岁人找头路专区，就服处处长讲，捌拄到高阶银行的主管退休，透过就业博览会介绍找到适合工作。不过大部分中高龄找头路的人，往往面对的是职务有关转嫁，产生落差的心态。所以讲，就服处也推出高龄实习生的计划。就如果允许雇主用定期契约的方式去雇佣他，那确实是可以让雇主雇佣的意愿可能可以提升。可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有经济压力的高龄者，他可能会面临一个就业不稳定的状态。学者认为，这阵中高龄就业服务法释出的补助甲再就业方案也无够上进，烦恼论做阶段性补助，恐惊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真正提悬请人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所来这条消息嘛是甲咱观众朋友食头路有关系哦。民邦厂商军创供电甲中国一部分的生产线刷转来咱台湾，投资金额超过700亿。经济部投资台湾事务所拍算，厂商转来台湾投资会当增加5万的食头路的机会。位伫南科的群创光电厂区是伫南以外群创的主要 TFT 厂区。经济部投资台湾事务所办事调开联席会议，正是群创光电收回部分中国生产线，伫德科甲南科展开投资计划，金额701亿，是去年以来台商回流资金上大增的案件。欢迎群创回台，同时我们也会在相关的行政作业程序上，包括土地取得，包括5缺的这个克服，我相信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目前总金额已经将近7000亿台币，所以这样的趋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经济部统计，政府推出的欢迎台商转来台湾投资方案，已经超过750间厂商响应，创造56294个本国就业机会。投资金额上悬的就是群创701亿，第3名是友达407亿。也为少厂商给予商业布局，要求经济部保密投资金额。经济部有估台商回流的情形进入常态稳定期。外在的环境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厂商呢在回台投资呢是变成一个常态。还有这是冲击大到目前是比较没有。这种回流产业以电子资讯业上多，民生化工第2。以申请的金额来看，南部上多，搁再来是北部甲中部。经济部讲会要求大唐2年内释出用地运用，这阵无土地欠缺的问题，政府会协助回台厂商落实投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其他的消息，鼎新集团前董事长魏永昌牵涉7条罪，被判5当9个月，未使改用罚金代替。昨魏永昌去执行署无到1点钟，地检署煞向发动电，因表明是因为魏永昌的诈欺案已经执行2档，会使甲这7条罪合做伙，阁无受到裁定，才会安尼成做。慢慢对车来行来，双手合十无讲话。鼎新前董事长魏永昌再去到执行署时，员工甲球员拢举着票据伫边仔加油。为全领队总教练叶文章甲教练张泰山更加是甲揽调咧，甲伊讲再会。这个球队里面，我们都是诚心的等他回来。这个球队真的是需要他的。魏永昌所牵涉的拍油案件，一审原本被判无罪，台中高分院2审是大改变，依照违反涉案犯罪罪名，改判有期徒刑15年。上诉到3审了后，最高法院判决魏永昌其中7罪免1颗罚金，刑度合计5年9个月定案。另外19罪会用1颗罚金，45罪是撤销发回更审。不过就在早起9点40分，北检向收到中华地检署团警讲暂慢执行。因为魏永昌进前执行的诈欺2年刑期应扣掉，不过高院这边也无定刑。反正暂缓执行的部分并没有所谓的乌龙，因为在本署接获最高法院的判决通知后，就立即通知受刑人到案执行。那同时也将定刑的部分做最速件的处理，为至今天上午为止都会收到该定刑的裁定。于是才紧急通知北检暂缓执行。李魏永昌律师伊明显是讲尊重检察官意见，先告庭，告庭了后被通知暂慢执行，未尊重，先等于厝的等后续通知。不过，院强调无得接受判决结果，会申请再审，非常上诉争取清白。记者综合报道。5档前黑心油这条案卖垃圾油，予公关公司的郭立成，不服经1审判判19年4个月，搁再上诉。咱会知影讲，昨经2审宣判搁较重啦，刑期加强20档。这间超高的工厂，说是地下油箱过热城甲员工做劣质食用油的所在。当年这寡油流向有30多年历史的老牌食用油厂公关公司，业者承认讲，因有向过热城来买原料低油，做做因旗下品牌传统香低油。国内一些小吃，然后摊贩，然后一些烘焙业，这些使用的猪油，都是有提供。相关单位拍表甲问题又就倒来，毋过真侪产品早就去互民众食落腹肚底。过热城嘛，因为发现法等等的罪向求刑，毋过伊一直上诉，一审判12年，上诉2审该判23年半，搁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更一审的时阵，高雄高分院判伊19年4个月，过热城也是不服。15经2审宣判，毋过现在搁较重，总共累计是20年的刑期。违反食品安全卫生法，还有加重诈欺等，总共有8个罪，量处2年2个月到2年11个月不等的这个刑期，那么总共加起来，这个刑期是有期徒刑20年。高雄高分院表示，迄只加重上主要原因是，过热城原本是去用当作是劣质油辅助加工的角色，变做提供原料油的人，身份对本来刑责会当减半的帮助犯变做正犯，所以增加刑期，毋是因为愈上诉判流动，而且专案也搁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台北市大稻埕甲在地的霞海新丰庙是观光客真爱行大的所在。交通部按算甲遮起做宗教观光的示范区，毋过当地业者讲，若要拼观光，先甲交通甲公共设施加强较有影啦。手举休真虔诚要祈求好运面，这是台北市迪化街霞海新丰庙，是全台湾真有名的月老庙之一，香火正旺。搁伫咧日本都有节目介绍真侪届，除了日本以外，嘛有真侪国际旅客来。我们在写折页的时候，像我们明年要做2020的那个城隍庙的一些活动报道，可能还要再增加一个叫做韩语。那我们平时每天去庙里看的这个简介或者拜拜的方法，我们大概都是中文、英文、日文。交通部计划要来设宗教观光，上阵霞海新丰庙的国际知名度，结合迪化街真特别的传统风格，考虑讲要甲当地规划做宗教观光示范区。观光局分析，因为最近这几年东南亚的旅客增加，小港的文化背景和宗教变做一大观光的重点。
有很多，比如说东南亚的部分，它本身它自然环境条件比较好，它来台湾的目的，它会比较喜欢这种热闹的、有一些文化气质的地方。所以随着不同市场的部分，我们会做不同的一个元素的一个行销。亲自来现场看卖，有真侪国际旅客，啊，毋过业者嘛讲，因为相关无英语的标识，公共便所嘛无够，对旅客来讲是真无利便，佮加上附近无捷运站，真侪旅客拢爱坐客联车来，交通挤塞嘛是一个大问题。不哪里坐车啊？我不知道他们要坐哪里，也不知道引导去哪里，只是说那个重庆还是延平北路有公车站，你可以自己去看。业者建议，若是要做示范区，应该先强化公共设施甲另外的交通。对这个代志，交通部表示会规划公共运输，另外嘛结合当地的民俗来设路程，希望讲会当甲旅客留条例。记者综合报道。那大桥定要拼观光，高雄南面嘛要请更较侪民众去行打，因特别甲法国的博物馆合作，等是按非洲啦、亚洲啦、美洲啦、大洋洲内的面区，机会有影难得，想要看的民众就赶紧哦。一个造型真特殊的面具，有代表地位的面具，有仪式或者是舞蹈咧使用的面具，来自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总共100个代表不同款文化的面具，会为15开始正式伫高雄南园展出。很帅，就4个头，眼睛是红色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嘴巴长得像大小不一样，都是蓝色的。那你们会想要再来看吗？会，会想带爸爸妈妈。还有一些是戴在头上。你们想找爸爸妈妈再来看吗？想。国公表示，今年南院的入馆人数经过统计已经有95万人，这当中外籍人士的入馆数较无1%，看出来国内民众真支持高雄南院，所以透过有主题性、特别性的展览，相信一定会当吸引民众买票来参观。像凯布朗利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它是一个全世界性的收藏，所以它可以做一个比较跨的全球的跨域比较的展览。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由前法国总统希哈克一手打造，博物馆挖进埃菲尔铁塔，是去巴黎未当错过的艺术殿堂。头一个来台湾展出的精品面具展，是借由两馆文物交换展览的方式合作，民众唔有机会会当看到和过去不同款的历史文物，嘛和高雄丰富的东南亚文物馆藏有机会小解和国际社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意大利。意大利 Venice 这摆做大水是半世纪以来上界严重的。若店头无法度做生意，世界文化遗产萨马可广场嘛关起来。但 Venice 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了。意大利水都威尼斯，当地时间15月一变满流，水位差不多是160公分。圣马可广场就敢若变做大型的户外游泳池。威尼斯市长布鲁纳罗下命令，将世界有名的地标，也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圣马可广场关起来。文化部长也来勘察受损的古迹，这嘛是担心，就算水退啊，也毋过水内面的盐分也阁留伫咧壁内，会对壁体造成损害。Abbiamo presentato un emendamento che consentirà di estendere l'art bonus, l'incentivo fiscale per chi dona per il recupero del patrimonio culturale anche a tutto il patrimonio ecclesiastico di Venezia. Sono più di 50 le chiese che hanno avuto danni, sono state invase dall'acqua. Abbiamo trasferito qui una parte dei nostri caschi blu della cultura, i carabinieri per la tutela del patrimonio culturale, per i primi interventi. Insomma, stiamo facendo tutto il possibile. 淹水的新闻伫咧国际之间报道了，有一寡观光客就取消伫咧威尼斯的订房甲行程，这对正依个观光业的威尼斯影响正大。当局宣告进入紧急状态，也要动用2000万欧元，差不多台币6亿8千万来处理。 Il giorno dei inizi di oggi adotteremo il decreto che dichiara lo stato di emergenza, ci è stato richiesto dal Presidente della Regione e poi questo ci consentirà ovviamente di varare già le prime dotazioni finanziarie per quanto riguarda le spese di primo soccorso, le spese volte a ripristinare la funzionalità dei servizi. 意大利总理孔蒂讲，政府会加速威尼斯建设防灾设施，也就是摩西计划。 伫咧面临着海平面上升、加冬季暴风雨的时阵，加内海的暴风关起来，也过可能会造成生态伤害。为了要防灾，煞对生态环境造成伤害，是这项工程互人争议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9度。
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1度。南部这边面上低19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